学经教师、团丁营班教师、新运合唱团教师、台专营学员打扫、社主村家庭新民班教师，及到6家做环保，举办道德经班，举办各中小学经师资培育讲座。及在后山举办营会暗会，64堂举办的重要活动。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，办公室以教义厅如何种植爱心。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，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对联。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。母亲节感恩，及中秋节感怀师恩，无得。23是5楼宿舍，东西中央节敬老，忠孝仁爱表扬3代同堂，均有亲口修道者。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。